好多人想改變自己嘅生活，第一時間就諗住改變自己嘅行為，試下食得健康啲，做多啲運動，對伴侶好啲。可惜過咗幾日或者幾個禮拜，又唔覺翻去舊模式。點解會咁？因為未搞清楚自己嘅底層邏輯、內置程式嘅狀況啊。所謂內置程式就係潛意識。Dr. Joe Dispenza 講過，我哋人生結果嘅95%係由潛意識決定㗎。潛意識就好似一個隱形嘅管家，幫你搞掂晒日常嘅運作，由呼吸到行路，由學習到戀愛，由工作到社交，所有你今生經歷過嘅，中意唔中意，喜怒哀樂，甜酸苦辣，都係潛意識自動導航嘅結果。呢啲自動模式喺我哋細個嗰陣已經開始形成。我哋嘅經歷啦、情緒啦、重複嘅行為，塑造咗我哋嘅內置程式，輸入咗潛意識呢一部超級內置電腦入邊。最常見嘅內置程式就係生存模式 （Survival Mode）。所謂生存模式，就係我哋成個身心處於戒備狀態，非常關心有冇即時嘅危險，目的係要保命。呢種模式係我哋嘅本能。係我哋複製咗人類祖先面對猛獸生死存亡嘅求生本能。當我哋喺生存模式嘅時候呢，係好容易會被外在嘅環境 trigger 去觸動，身心呢處於高壓嘅。譬如俾老細鬧，即刻會覺得羞愧驚青；伴侶冇打電話嚟報道，即刻覺得有警棍；返工塞車就嬲豬，心情受影響。潛意識對於佢認為嘅威脅係會自動作出反應，釋放一啲壓力嘅荷爾蒙，譬如腎上腺素、皮質醇啊咁。就算嗰個威脅其實唔一定係真實存在，純粹係自己嘅想象，身體呢都不自覺會自動波啟動咗危機處理，通常就會犧牲咗我哋嘅理性思維、創造力或者情緒健康。潛意識嘅內置程式喺我哋嘅大腦開咗一條超級公路，即係大腦回路，變成咗我哋嘅習慣，甚至我哋嘅性格同埋身份認同。譬如細個嗰陣曾經俾父母批評冇鬼用，我哋相信咗，就以為自己真係冇鬼用，做乜嘢都會懷疑自己。就算人已經長大，有學歷有資歷，心入邊仍然懷疑自己唔夠好。遇到有人話自己冇鬼用，就會好大反應。當生存模式變成咗習慣，我哋就會被外在嘅人事物控制咗，我哋失去咗自主人生嘅機會。試下而家諗諗自己嘅生存模式係點㗎？有冇一啲深信不疑嘅人生信條？你最容易被觸動嘅情緒係乜嘢呢？如果唔使再被呢啲外在嘅環境啊、人事物去影響控制，而係相反，無論外面發生咩事，我哋都管理到內置嘅程式，令到自己諗緊嘅嘢、做緊嘅嘢、感受到嘅嘢都係積極健康嘅，人生嘅成果會唔會好唔一樣？改變嘅關鍵就係我哋選擇改寫內置程式。唔再被外在環境影響，而係創造內在自主自足嘅能量場，繼而影響外在成果。點樣可以做到？嗱，首先有句說話，性格決定命運。如果想改變人嘅命運，首先就要改變自己嘅性格。即係話呢，我哋要用新嘅方式去諗嘢，用新嘅方式去感受，用新嘅方式去行動，打造一個全新嘅自己，而且要堅持操練至少21日。點解係21日呢？原來我哋個身體好熟悉，好留戀我哋咁多年定義咗我哋性格嘅嗰啲情緒，可能係習慣咗嬲啦、自卑啦、內疚啦、焦慮啦、不安全感啦、恐懼啦，諸如此類。呢啲情緒咧喺我哋嘅身體入面已經產生咗化學反應。呢啲化學信號係我哋身體已經習慣咗，甚至上咗癮嘅。
所以咧，如果要打破我哋對呢個舊版嘅自己嗰種化學嘅上癮呢，根據專家嘅研究係需要差唔多21日。想象下，如果你堅持改變，連續21日去活出新嘅版本嘅自己，會發生咩事呢？首先，你會打破咗舊有嘅慣性，你嘅身體會開始接受新嘅存在方式，舊嘅大腦神經回路會慢慢變弱，新嘅回路會慢慢增強。以前嗰啲嚟得好自然嘅情緒反應呢，開始冇咁大嘅影響力啦。以前好似鯊魚咁圍住你團團轉嘅嗰啲念頭，都會慢慢消失。一個全新嘅你逐漸浮現。具體嚟講，我哋點樣用21日改寫潛意識嘅內置程式呢？ Dr. Joe 提出咗4個方法。第一個方法，決定你想成為一個點嘅人，唔係你想擁有乜或者你想做到啲乜，而係你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。有耐性，有愛心，專注，堅強，清晰，寫低呢啲你要嘅特質，然後每日都翻去睇呢一個清單，提醒自己。第二，創造一個清晰嘅未來願景，想象一個新版本嘅自己係會點樣生活嘅，譬如點樣行路嘅，點樣講嘢嘅，點樣面對挑戰同衝突嘅，點樣愛。用五感，即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去想象。有圖畫，有聲音，有動作，甚至有味覺，有嗅覺。呢個願景越真實，五感嘅體驗越豐富，顯化嘅力量呢就越大。第三，每日演練。呢個位呢係好多人會失敗嘅地方。佢哋有好靚嘅 idea， 但係唔可以每日去操練，就唔會成真噶啦。記住，我哋嘅大腦係區分唔到呢現實定係想象嘅嘢。所以只要我哋想象得越真實，大腦就越快相信，越快進入潛意識，嗰個更好版本嘅自己呢，就越快變成現實。所以最好呢，我哋每日可以做2次嘅心理演練 （mental rehearsal）， 俾自己有安靜嘅時間，唔受干擾，進入自己嘅內心，進入潛意識去演練成為新嘅版本嘅自己。可以去想象我會點樣思考，點樣行動，點樣感受。譬如我會更加自信，更加豐盛，更加勇敢。呢個新嘅版本嘅自己完全可以好立體，好有感覺，直至到我嘅大腦、身體相信為止。第四，全日保持意識，留意自己幾時唔覺意翻咗去舊有嘅模式，然後溫柔咁將自己拉返去新嘅版本。如果發覺自己跌返自動模式，譬如要覺得有人愛先至自己值得被愛，覺得要有外在嘅成功自己先有價值，覺得身體要好返自己先有力量，呢啲呢都係倒果為因。我哋需要呢係喺當下採取主動，將未來幸福嘅自己帶到嚟眼前，讓我哋嘅身心感受到幸福嘅能量，我哋先至可以真正改變命運，顯化幸福。所以幸福唔係等外在環境俾我哋要成為創造幸福嘅因，而唔係果。如果想加速呢21日嘅蛻變，我哋仲可以呢早晚做幾個簡單嘅練習。首先朝頭早起身，唔好即刻攞起部手機，攞20分鐘出嚟專心做早課。早課係乜嘢呢？首先飲杯水，俾自己安靜坐低，做幾下嘅深呼吸，然後感受一下對呢一個新嘅一日充滿咗感恩。感恩呢一日你有機會成為更好嘅自己。跟住用10到15分鐘做心入面嘅演練，將新嘅版本嘅自己想象出嚟，想象嗰個新嘅能量嘅自己，用呢個能量去過呢一日。而喺整日嘅過程當中呢，
都俾自己覺察狀態。可以譬如將個手機設定每隔2個鐘彈出一個提示，等你可以 check in 下自己。當下嘅我係咩狀態？係舊嘅版本定係新嘅版本呢？如果發現自己返咗去舊嘅版本，都唔需要批判自己，只係好溫柔，同時好堅定咁將自己帶返去新嘅版本。到咗夜晚臨瞓之前，回顧一日嘅經歷，睇下自己喺邊啲地方成功咗，邊啲地方唔小心返咗去過去嘅模式。唔需要 judge 自己，繼續做呢個心理嘅演練，再一次感受新版本嘅自己，為聽日做好準備。可以將自己一日嘅發現同埋進步寫低，將提醒亦都寫低，作為自己突破嘅見證。如果你可以溫柔而堅定咁帶住自己去改變，21日之後，你嘅神經回路、情緒狀態同埋能量場都會有顯著嘅改變。你會發現，無論外在環境點樣變化，你隨時都可以創造更加幸福嘅自己。祝福你。